高雄的警方临检查到一位翁仔某，查到一对翁仔某，才发现到53岁印尼籍的太太对30外当前摕观光签证来台湾结婚了后，所拢无去办规划无合法的居留权。目前，这位太太是已经互移民署的人甲带走啊，因厝内人嘛赶紧咧甲伊补办居留证，希望卖互遣返。 警车驶到派出所落车的外籍妇人行入去内底，今年53岁李姓女子，就爱甲结婚30档的翁婿，佮已经有新的查囝分开，有可能面临着遣返，因为伊30几档前摕观光签证来到台湾逾期停留，期间熟识住伫咧6区的翁婿，两个人结婚生囡仔，所拢无签证也无规划。该女子为印尼籍在台，已役33年居留。 全案依入出国及英法移请移民署高雄专勤队侦办。即摆查个公布居留权，户口才有入户口，我身份证才有太太的名，是安尼无身份证，这我都无了解啊，是毋是安尼讲？你即摆卡掠伊，我要送出去，我来这住30几年啊。 太太非法居留，翁婿唔敢相信，因为身份证卷顶明明都有太太的名，两个人嘛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成功。查证当地户政事务所发现是太太减做规划的定数，嘛疏忽爱到移民署来申请的居留签证，互家己有合法居留的权益。大概结婚满3年之后，那个就来户政申请那个要申请规划的国籍的程序，这样啊，但是这当中。 申请之前他如果居留证有过期要定期跟移民署去换有效期限的。提出相片，翁婿讲两个人结婚30几档，唔知影太太这几年拢是幽灵人口，厝的人嘛要赶紧来补办着规划国籍的证书，就惊太太就爱互遣返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